的画，公寓住家让出多数空间，像展览室一般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该留什么东西给我的小孩子？我那个时候是这种观念啊。画家高秀明口中什么都没有，是因为33岁时工厂大火，一夕之间资产烧成灰。他每天待在家里，那怎么办？会不会忧郁症？会不会自杀？后来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带你出去走一走。后来我就看到莫内，就是看那个报纸还有莫内画展。那我想说好吧，我们也去故宫走一走看一看。那后来就没想到他就看出兴趣。孩子、人物、风景，想画就往哪儿去。从此家计太太一肩扛，无怨无悔。原本退休的想望，因为丈夫隐忍退让。一路上这样走过来，我是觉得他是蛮坚持的啦，他也很辛苦。然后终于有他自己的圆他的梦了，所以我觉得蛮欣慰的。很感谢，我没有他，我就没办法画到今天。患难扶持的爱，柔韧而无畏。含辛茹苦20多年，终于盼到丈夫有成。大家很肯定他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当时我们真的没有想说，画可以卖钱，可以开画展，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当时真的是。那你这样一路看他，你觉得是有在坚持？有在坚持，我会肯定他。所以我坚持下去，莫不用太，要坚持下去。我坚持下去，莫不用太，不要放弃。把兴趣变志向，高秀明说：“世上没有好走的路，但他依旧热情不灭。”高老师持续投注热情在他笔下的世界。不过，穿过这一双拿着画笔的手，我们看到了另一双稳稳拖着他、支撑着他的手。夫妻之间相互扶持，难能可贵。我要坚持下去，唔好中退。我要坚持下去，唔好中退。